你认识他们吗？你认识这两个人吗？他是我的中文老师，姓王。他是我弟弟的英文老师，姓李。王老师很漂亮，她今年28岁，喜欢旅游和跑步。李老师很高，今年32岁，在大学工作。他们两个人认识5年了，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女儿1岁，儿子3岁。他们会说中文，也会说英文。王老师和李老师都是很好的人，我和弟弟都很喜欢他们。